喺以色列幾乎羞辱式嘅打擊底下，伊朗終於諗起嚟要報復啦。6月13號晚到6月14號凌晨，伊朗軍方對以色列發起咗毀滅性嘅打擊，200幾枚彈道導彈，加上高超音速導彈以及無人機等配合，以飽和作戰嘅模式突破咗以色列嘅多層防空系統。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嘅導彈突防與反導攔截嘅大戰發生咗。伊朗將自己逼到咗牆角，原本伊朗並唔需要咁樣。蘇萊曼尼多年經營嘅抵抗之父能夠保住伊朗嘅金身，但伊朗高層嘅綏靖政策最終讓以色列摧毀咗抵抗之父，直接打擊咗伊朗本土。中俄對伊朗徹底失望，不過呢一次伊朗重新恢復取得中俄嘅信任嚟啦。伊朗再一次走上嘅國運嘅十字路口，係生還係死就睇伊朗嘅一念之差啦。綜合多個外媒報道，伊朗喺6月13號夜間至14日凌晨對以色列發動咗大規模報復性打擊。據多個媒體對以媒體報道嘅統計，伊朗呢一次對以色列發射嘅彈道導彈總數超過200枚。據以媒體報道，其中仲包括高超音速導彈。另外喺彈道導彈抵達嘅同時，仲有大批嚟自伊朗嘅無人機。根據以色列媒體嘅報道，呢一次伊朗嘅導彈打擊總共分成3個波次，分別打擊特拉維夫同耶路撒冷嘅重點目標，以及中央同內蓋夫軍事基地等。第一波次時間係21點到21點10分左右，大約有45枚導彈，包括高超音速導彈7枚，同埋部分無人機幾乎喺同時抵達。主要打擊目標集中喺特拉維夫市中心，包括軍方通訊設施、防禦系統等等。第二波次時間係21點30分點至21點40分左右。大約有幾十枚導彈同無人機，打擊目標擴展至耶路撒冷同埋內蓋夫地區，打擊空軍基地同埋導彈陣地。第三波次時間喺22點到22點15分，超過100枚導彈飽和打擊突防，打擊目標擴展至軍基地嘅其他設施以及民生通訊中樞等。據公開報導以及社交媒體上獲得嘅信息，以色列國防大樓被直接命中，軍方嘅通訊系統同埋防禦系統被部分摧毀，耶路撒冷嘅部分核心目標被擊中，拉馬特金以及內蓋夫空軍基地被部分摧毀。據以色列官方公開嘅信息，主要集中在外觀疑似民用目標嘅建築物被導彈打擊嘅相。軍事基地被打擊嘅毀傷效果仲未有公布，估計要等衛星照片公布先至能夠評估。伊朗呢一次打擊係報復以色列喺6月13號對伊朗境內重點目標空襲嘅報復。當日凌晨嘅襲擊中，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 IRGC 總司令侯賽因薩拉米、航天與導彈項目負責人艾米爾阿里哈吉扎德、伊朗武裝部隊總參謀長穆罕默德巴格克里以及另外9名核科學家死亡。同時，位於納坦茲嘅核設施亦都遭到攻擊。另外，或者有伊朗嘅導彈基地、火箭燃料工廠等幾十個目標遭到毀滅性打擊。以色列呢一次嘅時機把握之精準，令人嘆為觀止。情報部門同軍方配合天衣無縫，到底有幾牛逼？睇下以色列同伊朗之間喺6月13號同之前嘅互動就知道啦。6月13日之前，以色列就已經公開宣布要對伊朗發動打擊。1週以前，美軍中東軍事基地就喺車裏面隨軍家屬迎接即將到嚟嘅戰爭。6月13日當日，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 IRGC 總司令侯賽因薩拉米、航天與導彈項目負責人艾米爾阿里哈吉扎德、伊朗武裝部隊總參謀長穆罕默德巴格克里以及另外9名核科學被襲身亡。以下屬於傳聞，以色列喺發動襲擊之前，喺伊朗嘅內線將伊朗軍方高層召集開會，被一鍋端。另有傳聞話，伊朗革命衛隊聖城旅指揮官伊斯梅爾卡尼將軍係以色列嘅內線，亦有傳聞話已經死亡。話其透露咗真主黨同哈馬斯多名高層嘅行蹤，導致兩個組織幾乎被剷除。5月31號 ，IAEA 報告伊朗已經擁有60%濃縮鈾，達408.6公斤。
但係美國唔同意打擊。以色列係咪非常果斷？從呢一個角度嚟睇，假如傳聞係真嘅話，以色列對伊朗情報嘅掌握、攻擊時機嘅選擇，堪稱係世界情報史上嘅典範。舊年仲有 BP 機爆炸案，操作之穩準狠，令人叫絕。以色列真係魔鬼，戰術上嘅王者。環球時報報道話，伊朗法爾斯通訊社14日報道，伊朗軍方高級官員表示，針對以色列嘅打擊行動將會持續進行。未來幾日打擊目標將會擴大至中東地區嘅美軍基地。法爾斯通訊社援引軍方高層嘅話稱，呢一場對抗唔會因為琴夜嘅有限行動而結束，伊朗嘅打擊將會持續落去。呢一行動將會令到侵略者付出痛苦，且係令人後悔嘅代價。分析話，由於伊朗戰略武器同核設施都位於地下，兩國嘅軍事對抗將曠日持久。伊朗方面嘅戰報話，佢哋喺第一波對以色列本土嘅戰略反擊中，摧毀咗150個以色列目標。外部已確認嘅地點包括以色列國防部大樓、特拉維夫核研究中心，以及包括內蓋夫空軍機場在內嘅多個軍事基地。俄媒就話，伊朗嘅反擊唔單止係對以色列軍事威望嘅象徵性打擊，更加動搖咗以色列國內民眾嘅安全感。以軍方話，為咗躲避伊朗導彈襲擊，數百萬以色列人逃進地下庇護所。為咗唔引起更大嘅恐慌，以色列封鎖咗大部分伊朗導彈襲擊地點消息。但係真相係無法隱瞞嘅。喺美國媒體記者嘅鏡頭下，毫不掩飾咁展示咗以色列首都特拉維夫喺遭到伊朗導彈襲擊後嘅慘狀。到處係被導彈擊中嘅建築，當地多家醫院已經人滿為患。美媒曝光嘅呢啲信息好快會被所有以色列人睇到，而伊朗第二輪導彈打擊好快會到嚟。或許14日晚，以色列全境會再次陷入恐懼嘅煎熬。伊朗軍方發布首輪戰報之後表示，下一次將齊射2000枚導彈，打擊力度相比第一輪增加20倍。呢個將係對以色列防空力量前所未有嘅挑戰。然而喺伊朗第一輪導彈襲擊中嘅慘重損失已經證明，以色列現有防空體系無法有效攔截來襲彈道導彈。即便美國、英國、約旦同沙特空軍都派出大批戰鬥機參與攔截，亦都無法破解2000枚伊朗導彈嘅飽和攻擊陣勢。以色列軍方亦都列出對伊朗嘅新一批打擊目標，想讓伊朗軍方睇到一片你打你嘅，我打我嘅，睇邊個堅持到最後嘅危險對抗前景。不料伊朗方面一刀戳到以色列軟肋，公開警告美英法等國，如果膽敢為以色列提供軍事援助，咁伊朗就會即刻對佢哋喺該地區嘅軍事基地同埋戰略資產實施懲罰打擊。似乎德黑蘭呢一次真係對美歐放棄幻想啦。除此之外，6月15號晨，美海軍尼米茲號航母打擊群已經行至馬來西亞同埋印度尼西亞嘅交界海域。由於以色列同伊朗13日爆發大規模戰爭，形勢驟然升級，按五角大樓指令，尼米茲號航母打擊群將前往中東配合應對緊急事態。目前，卡爾文森號航母打擊群仍然喺阿拉伯半島附近嘅阿拉伯海活動。美國喺伊朗同以色列嘅衝突中扮演住至關重要嘅角色，其態度同行動將會對衝突嘅發展同走向產生決定性影響。美國同以色列保持住特殊嘅戰略同盟關係，喺政治、軍事同經濟等方面給予以色列全方位嘅支持。美國向以色列提供咗大量嘅軍事援助，包括先進嘅武器裝備、軍事技術同埋情報支持等，令到以色列具備咗強大嘅軍事力量。此外，美國喺中東地區擁有廣泛嘅軍事存在，喺伊拉克、敘利亞、科威特等國家設有軍事基地。呢啲軍事基地可以為以色列提供軍事支援同後勤保障。喺呢一次衝突中，美國已經表現出咗對以色列嘅支持態度。美國政府發表聲明，譴責伊朗嘅導彈襲擊行為，話以色列有權進行自衛，並表示將會堅定咁企喺以色列一邊。此外，有消息話美國協助以色列攔截嚟自伊朗嘅導彈。
美軍嘅薩德反導系統參與咗攔截行動，呢個表明美國已經喺一定程度上介入咗衝突，成為咗衝突中嘅一個重要因素。然而，美國係咪會被徹底拖下水，直接捲入伊朗同以色列嘅戰爭，目前仲存在住不確定性。一方面，美國喺中東地區已經陷入咗多場戰爭，如伊拉克戰爭同阿富汗戰爭，呢一啲戰爭俾美國帶嚟咗巨大嘅人員傷亡同經濟損失，使到美國國內民眾對戰爭產生咗強烈嘅反感同抵觸情緒。喺呢一種情況之下，美國政府喺決定係咪直接介入伊朗同以色列嘅衝突嘅時候，需要考慮國內嘅政治壓力同埋民意反應。另一方面，美國喺全球範圍內面臨住諸多挑戰同競爭對手，如中國同俄羅斯等，其戰略重心已經逐漸向亞太地區轉移。喺呢一種情況之下，美國唔願意喺中東地區陷入一場新嘅大規模戰爭，以免分散其戰略資源同埋注意力。此外，美國亦都擔心直接介入衝突會引發伊朗及其盟友嘅強烈反擊，導致中東地區局勢失控，進而影響到美國喺該地區嘅利益同戰略佈局。然而，如果衝突進一步升級，美國亦都存在被拖落水嘅風險。如果以色列喺衝突中遭受重大損失，面臨亡國嘅危險，美國可能會出於同盟義務同戰略利益嘅考慮，直接出兵干預。此外，如果伊朗對美國喺中東地區嘅軍事基地或者利益目標發動攻擊，美國亦都可能會被迫做出軍事回應，從而直接捲入衝突。